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度风台小犬，这气象署预估对台湾的东南部登陆，上近拜深更发布海上警报，拜日下晡发布陆上警报。和贵署点名泄露唱水男机密，马文君要告伊加重诽谤，这贵署也去告马文君加重诽谤，另外提民事赔偿300万。另外女子呢，这连下出兵3000米，接入决赛，台湾队摕到金牌。另外查甫组也摕到金牌，赢南韩0.01秒。讲到这中度风台小犬，目前当咧这巨乱皮东南东风的海面上，被向这西北向来刷过来。气象署也预告讲，这小犬将有可能伫咧台湾的东南部去打来登陆。上近拜深更的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二下晡发布陆上警报。那拜三时的时阵风雨上明显，因为这届呢是受到这风台还有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来规礼拜拢有可能会落雨。8月因为吹东北季风，温度较凉冷，到拜二开始受中度风台小犬的外围环流影响，全台湾拢会有落雨的情形。风台目前是伫咧高乱片东南东边77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向扫过来。气象署预估小犬风台真有可能会按台湾东南部登陆，正做今年第2个登陆的风台。上近伫8月暗地发布海警，拜二下晡发布陆警。海警的状况，我们预估就是今天的这个比较偏向是晚间深夜到明天清晨的这一段路径，我们目前预估有可能会是在3号的白天，那比较偏向是在下午的时候，花东部分跟恒春半岛整个东半部地区降也是偏大的，那接下来风力的也是会在比较强一些些。气象署表示，拜三、拜四受风台本体的影响，透风落雨的情形会上强，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署特别提醒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可能出现大水或等级以上的情形。预估到拜5、拜6风台才会慢慢离开台湾，到时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有哪些落雨？4号、5号后面这段期间，台湾附近的风浪是有可能达到6米以上这样子的浪高哦，所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在海警开始发布之后呢，这种风浪的情况会提升的非常非常显著，而且非常的快哦。气象署特别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风影的情形，因为这届风台小犬的暴风圈真大，所动的速度嘛较紧，沿海都要注意防灾。而且这届因为当时受到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有个刷来雨水会落几礼拜。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讲到顶个月，风台海葵去吞大台东，造成绿岛林家厝和环岛公路损害甲真严重。这岛上福关镇都受到欠港的影响，才恢复9成尔。而且今麦佫一个风台特别来，也就是这小犬断咧晚间。客轮业者也已经宣布讲，对这初2下晡开始到初5呢，这船拢无开，再去有开3帮船，甲绿岛游客再登到台东。那讲到这富江渔港呢，这渔民也提早做准备，防止风台侵蚀。海上风台警报也被发布，不过台东外海风影愈来愈大，渔民都唔敢出海掠鱼啊。在富江渔港先甲船啊绑掉咧，避免佫发生渔船啊沉去的情形。顶个月海龟风台过了后，渔民出海掠鱼啊才5天，今嘛佫拄着风台小犬，加上东北季风到位，渔民的生活恐惊受到影响。出去才4、5天尔。当年拢这时阵，东北季风开始行啊，你有看出来拢东北季风啊。游览船的业者因应风台要来啊，再去发3帮船，载入岛游客。为下晡开始到初5是停驶，不少游客拢提早结束行程，回去厝里。绿岛这届可能佫头一个受到影响。乡公所讲，因为海龟风台受损的人家厝甲环岛公路已经修复9成，这届会加强防灾。环岛公路部分的路段，卖伫海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就先封路。大概有几个路段会有风口浪上的，我们都会在台风海上台风发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封路了。目前台东外海已经有大影，小犬风台愈来愈晚，官府呼吁离岛甲外近海岸的民众，都要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正出名的景点黄金海岸，就环保团体观测到，这海沙部最近有倒钩的现象，特别是船坞头前也有南边的海部，这有可能是进前度数类和海龟风台造成的，这影响到这海岸安全。第6河川分署就回应，强调目前状况也是会当掌握，因来赶紧进行检讨，提出具体应付方案。海沙堡含海的边界离宝花敢若剩几公尺的距离，
台南真有名的黄金海岸海线堡是明显倒救，这是在地的团团伫9月底来整理海线堡的时观察到的。实际来到现场，民众也有同款的感受。因为被侵蚀过来，所以消波块会偏外面，会被海淹过去。北边遮较济啊，愈来愈少。啊，你搞2人溪出海口进行，遮都无刷。团团长时间观察黄金海岸甲离林溪出海口的海线堡倒救的状况，甲现处时和2003年起的卫星图相比，会当发现海线堡受到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面积是严重倒救。就算第6号船分署这几年来粉化海线堡的工程有效果，不过伫今年大扫雷甲海葵风台小连续来了后，海岸又搁受到损伤。必须要有所谓的缓冲区，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你可以在那边有一些渔温、有农田、有一些设施、有油气的空间，但是你不能把人民的住家安置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团团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海线堡的养护。对此，第6号船分署表示，受到风台影响的主要是黄金海岸南边的部分海线堡，会赶紧检讨，而且制定养护的方案。有些学者有建议浅堤的方式，以往都是纯粹把土沙放上去，然后它沿岸流的部分我们要配合有一些比如说离岸堤或者土底的风化布衣的方式来做一个最佳的布置。第6号船分署表示，因为去年拄做过海线堡的养护，目前拢有掌握状况，预计上紧明年中就会当提出具体的养护方案，明年底就会当实施。记者台南报道。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早起召开记者会，指控侨委会自巴西性保留的侨教中心内面，一位姓欧的查甫副主任和姓张的主任性骚扰。不过，这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说是要求袂当公开，背书是要食案共款。针对着这款的指控，徐家清早起也把事件讲出来，强调家己有公平处理，甚至讲到别人若准故意要甲白白布染甲乌，伊也无法度。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早起召开记者会，佮放出董事长录影，指控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性骚扰案。侨委会驻巴西圣保罗侨教中心姓欧女副主任遭到姓张主任的性骚扰，甚至有爱成婚、污蔑伊是中国间谍等离谱的代志。也毋过徐家清受理这个案的时表示，袂当讲出去。我以为徐家清会好好处理。所以依照他的要求，继续隐忍了3个月。没想到最后徐家清选择成为加害人的共犯，警告我不能声张这个案子，否则就要追究我的责任。徐家清，你是惯犯吗？你是吃案的惯犯吗？自己侨委会的女性同仁都没有办法保护，你当什么委员长？王宏维批评。这个代志两方面明确属于上下关系，最后也只有调职，根本都无依照性平案件来处理。徐家清强调，家己秉持无冤枉、无放松的原则来处理这个案，防指控者这个月底就会搁调倒转来，唔知影为安怎，今嘛会有这款的指控，也否定有死也袂公法。我没有警告他不可声张，而是说这个案件如果他要正式提出申诉之前，我们都必须要以保护当事人为原则，这个案子不应该在侨界里面各自声张、互相放话。因此，我对2位当事人都是提出同样的警告。那如果他要做恶意的解释，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徐家清进一步的说明，顶礼拜王宏维来调相关的资料的时，侨委会也有再度询问董事长，敢是要立案调查，也毋过董事长拢一头无回。徐家清表示会接受指教，也毋过对无发生的代志，请外界严加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家己制作的唱水南海军号别出泄漏风波，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和前海军的顾问郭树指控泄漏唱水南国造的机密。马文君因为安尼先去告郭树加重诽谤罪，郭树今早起也去到北检告马文君加重诽谤，并且另外再提出这民事赔偿300万。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这个检署和调查局目前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国造舰南海群号9月28请夜落水，不过了后煞逼出涉密的风波。舰南专案调集人黄树讲，有立委一直咧阻挡进口关键装备，
针对这点，前海军顾问桂树讲，消灭的人就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今天本人马文君如果有曾经找过黄曙光，为了蝇头小利，不要说蝇头小利，如果有跟他要过任何利益，我切腹自杀。如果没有，请黄曙光切腹自杀，可不可以？马文君去南投地检署告桂树家当诽谤，桂树再去反击，去台北地检署起零新告，嘛反控伊家当诽谤，另外提出民事求偿300万。伊讲马文君伫人面册讲伊靠我中国是军火的中人，这些拢毋是事实。嘛反驳马文君讲伊无意外办公室的讲法。我之所以敢说这些话哦，我说他这个林森南路麦当劳对面的办公室，是因为我亲自去过啊，我在那里喝过茶呀。杨国良在那里告诉我说，大姐选举要有经费啊，所以马文君你不要现在再掰。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国防机密，法务部长蔡清祥讲，国检署会分案调查。也那马文君讲，去年捌收到秘密引动，讲到过署介入各组战乱的代志。早就已经把相关的证据交去做调查，不过煞像沉落海底无消无息。蔡清祥嘛做出回应：如果检调有收到这些资料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依法处理。我希望我们全国各界不分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场涉密的风波来来回回，嘛互民进党立委初二提出临时提案，明定出席秘密会议爱签保密协定。保障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内美光公司呢，摕到这国发基金投资1700多万，不过却传出讲关键的研发技术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呢，这技术转移去到中国。国发会主委蒋明鑫出席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也表示，这间公司一开始的原始技术是代代机转互因的，就算要技术转移互别人，也要通过审查会议。即马就是惊讲这国安有记录，国发会是强调讲1个月内会提出调查报告。8月景气订货依然是价卖拉丁，这也是国内景气订货连续19个月落车。国界关心什么时阵才有机会摆脱拉丁呢？8月份的出口已经虽然有衰退，但是衰退幅度已经到个位数了哈。那我们期待了哈，期待9月份是不是有机会maybe 了哈，可以转正也不一定。国发会主委蒋明鑫表示，目前受 AI 约束甲纯化气化暂时结束，加上 PMI 也就是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真正订单超过50坎站，景气订货有机会伫9月突破，第4季有希望有机会转正。摆脱拉丁，只是不知国内景气受挑战。捌得到国发基金投资1700多万的台湾内微光公司，传出关键研发技术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寄转中国。中国甚至承诺投资230亿设厂，引起公安局甲调查局高度关心。国发会做出回应：你不要1700又不见了。您刚才提到说1700会不见，不会啦，因为这家公司照理说它不会倒啦，它当然还在研发阶段。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技术流出，会对国安造成重大的危机，对不对？最原始的技术是台大技转的了哈。那如果说台大技转出来以后，它要再加值再转出去的话，尤其到第三地的话，基本上是要透过一些审议调查的哈，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内微光公司的技术不止牵涉以下，也运用在军事航太顶端。那寄转中国，恐惊有国安记录。国发会强调，会在1个月以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西班牙东南部莫西亚市初一呢，有一间夜店发生火灾，也因为这拄好是拜六礼拜人是真济，目前所知影就13个人死亡，而且有真济人遭着伤。这场火灾是小可过厝顶落落去，救人变甲真困难。目前还有14个人下落不明，死亡人数恐惊会搁再增加。咱来讲到这个火灾呢，是西班牙33年来发生上严重的夜店火灾，当地市长也已经下令哀悼3天。夜店内底大火，互人看甲心惊惊。消防员甲人继续转水拍火。西班牙东南部的莫西亚市，初一透早发生夜店大火，一间叫做拉芳达夜店先看出火警，然后火势拖到附近的几间夜店，全部发到受损。Creo que hemos salido pues
a 30 segundos, 1 minuto de que saltaran las alarmas y se apagasen todas las luces y gritaran que hubiese incendio. Pero en ese momento yo estaba a mitad de discoteca, o sea que pude salir. Pero tengo a 5 familiares ahí dentro, o no sé dónde, y a 2 amigos que nos dan razón. 因为多是900枚造成严重伤亡，警方证实也有未少人失踪，死亡人数恐惊阁增悬。当地媒体报道，这28岁女性在大火当中团队后的信息给妈妈，因为火势真猛，消防队请求直升机支援拍火，火势在几点钟了后拍火，暗过上严重的拉芳达夜店厝顶崩塌，让消防员尽快找找罹难者。No, todavía no nos dicen nada. Estamos en espera a ver qué nos dicen y a ver si alguno de nuestros familiares pues haya salido con bien, nada más. 西班牙萨拉戈萨市捌伫1990年发生夜店火灾，造成43人死亡。这场大火也是33年来史上上惨重的夜店火警。当地市长下令挨渡3天，西班牙看守总理桑切斯也对罹难者致哀，详细导火原因挨过调查。公司新闻陈伟霆报道。亚塞拜然政府军20重新把分裂出去的领土纳卡区占到回来，也因为这当地居民烦恼讲会防种族灭绝，真侪人已经先逃出去啊。联合国预估讲，已经有超过10万名的难民去到亚美尼亚。联合国特派团在伊拉去到纳卡区进行人道主义需求评估，这是联合国这30年来头一届进入到这个地区。Maybe I'm lost Armenian. 纳卡区居民大规模逃出来，几千几万人将行李塞入去车内，或者是绑在车顶，逃去亚美尼亚的山路。只是这段路程真艰难，有人因为大塞车塞超过1天才到位。Շատ մեծ դժվարությունով, կարելի ասած 26-ից 29 ժամ։ Մենք տեղ ենք հասել լրիվ պրոբլեմ ոնց են ասում հայերեն խոցանումներով բանով տենց շատ դժվար տեղ ենք հասել նամանավանդ这联合国特派团在移到纳卡区，亚塞拜然当局表示，这代表团是为了进行人道主义需求评估。不过纳卡区紧急服务部门发言人认为，联合国救援来上过万，即马留伫当地受苦的老百姓人数恐惊只剩个位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估算，已经超过10万个难民到亚美尼亚。Where more than 100,000 refugees have arrived to Armenia after spending long days on the road. People arrive exhausted, having left all of their belongings and their homes behind. People are in urgent need. UNHCR has been on the ground since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emergency. Maybe we go to Europe, but I don't know. 面对未来，目前唔知要去什么所在，纳卡区人口只有12万，这代表全境居民员工是拢引导出来，不过要难民强调，国际社会免认为因是自愿离开，搁照抓会搁回去故乡。公司新闻陈伟霆报道。有一种糖叫做木虱，最近伫咧法国巴黎变甲真严重。这款糖会甲人树血，那阵拢是出现伫咧外口大众所在椅仔顶头。那阵去后这木虱加着呢，真有可能皮肤会起痒、红骨痛。离这巴黎奥运剩不到1年时间，这巴黎市政厅是呼吁总统马克宏就要赶紧出面解决。臭糖伫大众交通工具会座椅飞来飞去，真侪年无出现的巴黎臭糖害最近佫出现，真侪网友拢上传影片，包括高铁、电影院、甲戴高乐国际机场的座椅，拢有臭糖，但是唔知影人坐起嚟大大输血，甚至带着这个乘客转去，继续大量生痰。Alors moi, ça m'a vraiment traumatisée dans un sens où là, je prends actuellement un Ouigo. Et c'est vrai que là, je suis pas tranquille. Donc mes affaires, je garde mes valises fermées pour éventuellement éviter que ça vienne dans ma maison. En plus, moi, je suis pas d'ici. Donc c'est vrai que c'est compliqué. Donc quand je vais rentrer chez moi, je vais devoir laver tous les habits que j'ai. Parce qu'en plus, je reviens de Madrid aussi. Donc forcément, il y a dû peut-être en avoir aussi là-bas. Donc maintenant, on devient vraiment très... comment dire ça? Vraiment, on psychote beaucoup, vous voyez. 这臭糖佫叫做装虱。因为因管是秘伫仓纸中来得名，也毋过因可能藏伫衫也是行李中，而且通常伫暗时啊活动，输人的血，互臭糖加着时，会造成皮肤会红会肿，佫可能引起真痒也是过敏的反应。
健康甲食品机构伫7月发布的报告中表示，2017年到2022年之间，超过1/10的法国家庭感染臭糖。那根据法国政府讲法，臭糖的出现甲卫生程度无关系。Alors nous avons assisté à Paris à une recrudescence de la présence des punaises de lit au cinéma, dans les transports collectifs. Et parallèlement à ça, la DIL, qui est l'agence en charge de l'information sur le logement, détecte également un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 locataires ou de propriétaires qui l'interrogent sur les conduites à tenir sur les punaises de lit. Donc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moi j'ai souhaité déposer un vœu au Conseil de Paris, demandant à ce que, à la veille des Jeux Olympiques, on puisse être sensibilisé aux bons gestes par rapport aux punaises de lit et donc prévenir leur arrivée et en cas d'arrivée s'en débarrasser. 黎巴嫩奥运剩无到1年，法国交通部长珀恩伫社群平台表示，伊会调集公共运输营运商的代表，通知因应对措施，甲安怎为旅客提供更加侪保护。那巴黎市政厅2日也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来协助因解决臭糖侵扰的问题，包括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不满蔡英文政府把双十节的英文名称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 前总统马英九今仔日批评讲，这蔡政府故意把台湾变作是改变国家名称，而且要把这国庆改做是台湾国的国庆，是台独路线，宣布不要参加今年国庆大会。蔡英文政府把中华民国国庆改成了台湾国庆日，而且可以用英文传递到全世界。 这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也危害台湾人民安全。那这个东西，马前总统决定今年要拒绝出席蔡英文政府办的所谓的台湾国庆日。 马英九基金会强调，马前总统去年捌公开呼吁蔡总统以及筹办国庆大会立法院长游锡堃，莫阁用台湾 National Day 来正做国庆的英文名称。想袂到今年有关是安尼，所以袂出席这典礼。那阵出席呢是背书来替台独路线背书，危害到台湾安全，伤害到中华民国，也因为安尼先拒绝出席国庆大会。 因为这双十节特别到啊，真侪所在拢会伫咧布置，伫台中就有民众质疑讲，这街头巷尾所挂这国旗挂伫咧路顶的一半，会防误解是一个钢板旗，应该关度爱调整才是。 为着迎接双十国庆加国庆宴会，台中市府最近伫咧市区道路挂1.6万面国旗，但是台中高铁站出来建国北路一带，国旗是挂伫咧路顶一半的所在。有民众伫咧地方面册社团质疑，那亲像是钢板旗，应该至少爱除30度，才袂互人误会。可以再挂上面一点吧，比较不会误会。对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啦，没有那么的严格啦。 民众的看法无同，台中市永公处是表示，挂伤悬会影响到路顶的照明，挂粗的会影响到行车动线。不过倒转去现场发现，挂的位置拢已经刷较悬啊。台中市府2号也公布，今年国庆宴会伫咧中央公园，头一届使用无人机来载宴会，配合地面同时来放宴会。不过前总统马英九伫咧面册质疑，双十国庆日英文名称是台湾 National Day， 中华民国无去啊。 因此拒绝出席今年的国庆大会，庆祝会主委游锡堃是表示会再来邀请。我还是以国庆庆祝会的主委来邀请马前总统能够来参加我们国庆大典。那不过我们邀请了，就是说我们也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啦。 对于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们表示我们的心意哈。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各种的 logo 里面哈，中华民国，那我们的国旗就是主轴。台中市长罗秀燕对于马英九的质疑无愿意加做评论，敢若强调，身为国庆宴会主办单位，一切文宣拢有展示国旗，欢迎全国的民众时到台中来感受国庆的表演。记者台中报道。 民用工程发生火灾了后，对中央到地方敢有落实这建筑物甲消防安全管理引起外界关注。立委今仔日就就相关的部会针对着火灾抢救预防等面向进行专案报告。就立委质疑讲，这民用伫工厂内面囤超过管制量30倍过氧化物，这报告内面说完全拢无提出问题。 不过，也若访问到这消防员咧诉求做工会，内政部长林佑昌依然是表示讲，这部分需要谨慎考虑。
民雄国际大会超吹行动结束，这摆造成严重死伤，厂区互人查出，共用危险物品超过管制数量，为中央到地方相关安全管理甚至出现疏失的。管制密度我们到底要怎么抓？是用到一项，我们就要全部把它当作是化工业来看，还是针对这一项做管理？我想我们会一并来把这个问题好好做好检讨啊。议会邀请内政部、经济部甲消防署这单位，针对火灾抢救进行专案报告，不过有议会批评，民雄伫事发工厂放超过管制30倍过氧化物，报告当中说完全无提出问题。民雄不止伫产业面定期药道用品免去1年2摆化学防灾演练以外，要立规质疑。真侪年前就要求将各工厂平面位置图上传云端作为救灾必要资讯，这一点好亲像也无落实。工厂平面配置图这个有没有落实？这个案子我们要查一下，可能没有这个资料啊。这个稽核的部分可能要加强，不能只靠书审。是。我们分成2个区块，正在跟相关部委来讨论。包含消防和建务各项安全管理确实拢一直出来。不过事故发生了后，消防员佫提诉求要做工会，按算找到要夜宵开刀来抗议。他的身份是公务员，这个跟要组工会，这个其实是有一些体制上的一些问题被汉格哈。是不是要做工会？内政部议员咧考虑，内政部长林佑昌承诺会伫10月初4找基层消防人员甲相关单位，针对诉求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消息，有一个跋筊的机房藏伫咧台中出奇一栋高级商业大楼内面。这集团成员去遐上班，拢假做是一般的上班族。警方表示讲，这集团成员是以同性软体用报名牌方式招会员来签牌，落尾这阵人呢也以涉嫌营利跋筊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全副武装冲入去这栋商办大楼，内底成员未赴欢迎，只好乖乖就范。这看起来虽然是普通的办公室，员工拢穿鞋子咧上班，不过实际上煞是跋筊网站的基房所在。警方查出这个以姓氏的男性咧带跋筊集团，用社群网站甲同性软体报名牌的方式，先请人来加入会员，搁再说服地度，不法得利已经有9000万。加入这个投资群组之后，再加入他们的会员。那入金了之后，娱乐城的后台人员再把金钱转换成点数，让赌客来进行对赌下注。警方表示，欠款的工员用逐个月8万的租金共税这栋上班，就是因为这管制严格，警方要查会真困难。另外，内部成员嘛假做是一般的上班族，伫同一栋咧上班的人拢讲，常常嘛看到因公司的人咧出入。其实看得出来，其实穿着跟整个的气质会不太像。其实你如果在这边，你看到跟一般的上班族会有些的出入。一律要求员工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来佯装成上班族进出这种高级商办大楼。警方伫现场超出现金8万外块，甲相关的证物，也若用来网络跋筊的电脑内底资料，已经互嫌犯拢总清掉。这个姓氏的主嫌甲成员拢总21人，拢总互依照刑法营利跋筊罪嫌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伫中秋连假暗时，台南经济景点甚至是街仔路，都有民众伫咧放烟火。就2个民众摕2支大机呢，即改造烟火炮啊呢，伫咧车路顶头乱放，实在是真危险。环保局表示讲，会对这民众开罚单。影片中2个人摕着箱仔点火，炮仔亲像机关枪共款连续喷火，若是无小心喷到民众，咱可能会着伤。这是发生伫淡市安南区中秋连假期间，有民众摕着改造烟火炮，就伫街仔路黑白乱射，附近民众拢感觉真危险，认为无应该伫路边黑白放。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因为它刚好又在大马路边，那可能如果有人经过的话，不小心可能也会有受伤的疑虑，很危险啊！如果有车骑过去的话，造成用路人的困扰。民众黑白放改造烟火炮仔影片，互人翕起来。环保局嘛接到通报，
确定以空无法来处罚新台票2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若敢有违反策应管制法，也搁爱调查。影片实证可以证明它明显有粒状污染物行为，所以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第1项规定。那后续呢，我们将会依检举人所检举的相关的影片资料来查证，如确认行为人之后，我们将依法告发处分。其实中秋连假这3天，环保局组成专栏小组到各地区巡逻，当中开出10张罚单，甲321张劝导单。环保局指出，依照策应管制法，除了春节、元宵特殊节日以外，任何日节下暗10点到过长工透早7点，拢袂使放烟火。续落来，阁有国庆连假，环保局嘛呼吁民众过节嘛要有公德心，莫胡编放炮啊，避免受罚。记者钟义辉、邱朝阳台南报道。在中秋连假最后一天，桃园警方去临检，这桃园区大东路的舞厅，调查到移工伫咧毒品交易，清查了后，涉案的移工有到700人，被警方带到登记，其中37个拘留过期，抑搁伫咧台湾。警方表示讲，专案会追查这毒品源头，也若涉案的移工会依照着毒品罪嫌移送法办，这过期拘留移工也送去专勤队受用。网络流传大批移工互警方带回画面，桃园大东路一间移工舞厅，在伊透早互警方临检。迄天内底聚集700多名移工疑似涉毒，清查了发现K他命、摇头丸等毒品，所以将人全部带回警察局查检讯问，当中也阁查获37名移工超过期和拘留。被抓了1000多个，然后去验尿，然后没有吸毒的就放。有吸毒的要罚款，大部分都是外劳，台湾人好像没有。对，一般都是外劳来这边的，假日吗？对。附近民众讲，一个假日舞厅就聚集真侪移工，连假去较侪。警方因为接到证据有移工涉嫌伫舞厅内毒品交易，搜证了后，报称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所以伫中秋假期动员大批警力进入临检，动员上百名警力。于112年10月1日凌晨实施联合扩大临检，现场查扣毒品、食用器具、残渣袋等物。警方表示，专案会继续追查毒品来源，涉案移工分别以毒品罪嫌移送，超过期限拘留移工送专勤队收容。桃园分局伫110年3月12日到今年3月，拢对这间违反规定移工舞厅进行行政通报裁处，针对店家几啊摆违反规定，也会登报起付，建车停止营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公益彩券，拢是限定新兴中介者或者是假收入单亲家庭等条件民众来买。不过，这社福团体认为讲，公益彩券发行条例已经要到7年时间无修正，内容呢，这内面针对着有工作能力的人选条件真歹界定，还要爱甲这工作能力改做是行为能力，才会当确保这弱势族群的工作权。叫一个视障者拿一张纸，没有任何的协助之下，叫他去说这张彩券中了几个号码。有市场人士参加公益彩券经销商的人选，却拄到无合理的对待。本意是要促进弱势族群就业的公益彩券，限制身心障碍、低收入、单亲家庭等的民众会当参与人选，争取卖彩券的机会。不过有社福团体发现讲，目前的法规还无够周知，在遴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许多的争议。我们认为具有工作能力，第一个很难定义，语焉不详；第二，涉及了一种所谓人格的歧视。与其用一个不明确的一个工作能力，不如把它回归到法律上面的用语，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行为能力啊，本来其实在法律上面对于行为能力的规定，它就非常非常的明确。现在是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8条。经销商人选的条件是有工作能力，不过社福团体认为工作能力真恶明确定义，建议修正做有行为能力。第17条相关的内容嘛配合修正。部分的身心障碍朋友，他可能本身就是在现实的一个情形下，他是可能是无行为能力。那如果家属他没有去申请这个做一个监护一个宣告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彩券的一个交易安全还是必须要去维护的，那也来保障我们经销商跟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财政部回应讲，若修改影响的层面较宽，需要谨慎来评估。
未来针对经销商的遴选，只要申请者会当使用附具等的条件来达成目标，拢会当看作是有工作能力，放令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公费了解疫苗对今开始分2阶段来做，头一批会当做的包含65岁以上等10类对象，第2阶段是对11月初1开始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另外呢，为着要防止这校园内面流感群聚，学校今仔日也开始做咯。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1起分2阶段开始做，高中级以下甲5专1到3年级学生采用校园集中注射，希望会当防范校园流感群聚事件发生。任何的厂牌一定都有一定的保护力，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才做施打这样子。疾管署表示，秋冬是流感甲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而且2方面的症状真强，拢会出现发烧甲呼吸道症状。做疫苗会当降低并发重症甲死亡风险，所以第1阶段优先注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等10类的对象。第2阶段是为11月初1起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注射。有打就比较安心了，其实是打国光的。据报道，好像说可能会严重。所以打得比较安心。是的。那为着推出注疫苗的人，卫福部长许瑞环也亲自比抢位注流感疫苗，希望会当提悬疫苗的注射率。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卖698万剂4价公费流感疫苗，其中各个省级349万，大约占总量的50%。赛诺菲192万剂。台湾东洋86万剂，加高端70万剂，大约占1%。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拍炒房进前，行政院通过囤房税2点控，唔是家己住的厝改做全国总规户。全国的这个总规户，这税率是9到2%到4.8%。再去财政部长曾翠云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房屋税的差别税率2点控，就是希望让这持有税率走向合理化。台湾厝价贵33，造成民怨。政府嘛小连续提出压炒房的政策，前一日行政院通过的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也就是囤房税2.0。唔是家己住的厝改做全国总规户，税率由目前的1.5%至3.6%，扭转做2%至4.8%，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拢应该按全国持有户数制定差别税率。而且全部累进扣税。社会各界常常认为我们的房屋税的持有税率过低，那我们是朝向一个合理化的走，包含对于自住单一自住我们要减轻它的税负，那对于有出租的，我们也让它用比较低的税率，持有太多的，那我们会采取比较高的一个税率。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朝向让房屋的市场走向一个健全的一个方向。除了针对大的厝分做家己大甲唔是家己大的。这个修法，甲建商起好，毋过也未卖掉的换厝，也就是代收移厝的税率，上加限制为1.5%提悬到2%。若超过2年的，税率上悬可能会到4.8%。有建筑业建议，合理的销售期应该爱5年。目前已经实施差别税率的县市，它对于销售期有1.5年的，就1年半，也有3年的，所以我们取折中，在这2年里面，建商新建的房屋去做销售，我想这是合理而且有必要的。那中央银行无过进一步提出信用管制，敢是代表房市进入较稳定的情形。针对这点，曾翠云讲，边境贷款条例上路了后，预售厝成交量明显减少，房市是继续稳定，量缩减。期待房市会当慢慢走向健康的方向来发展，莫阁正做钱加钱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这照顾家庭的女性重新回到工课场所，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计划。只要是因为这家庭来退出劳动市场超过180天的女性，透过各地头的就业中心协助就业，或者是通过训练计划审核完成自主训练，上济会当摕到3万块的奖励金。
今日云林考好500社区，42岁苏小珍讲到家己故乡的故事，分享给游客。目前当年社区导览员的伊，过去10多年是家庭主妇，虽然捌试咧找工课，但却找不到适合伊的一块。刚好有那个机会接触到说，我们社区这个多元计划的一个方案，然后刚好时间上也配合，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重回职场。后来我发现说，我们真的是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真的是对我们自己个人有很大的帮助。为了鼓励家庭主妇重新回来职场，劳动部近期杀出妇女再度就业的计划，主要是因为家庭因素，推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经各地就业中心协助就业，相关会当领到3万块的奖励金。那我们要协助妇女精进技能，并回归职场，最高可获得3万元的自主训练奖励金。或者是3万元的就业奖励金。另外呢，雇主如果释出调整工作时间这个缺给在就业的妇女，也可以请领每月3000元的奖励金，我们最多拨付12个月。后备就业中心就表示，过去家庭主妇若是要重新转去职场，碰上上大的难题，就是无法度配合上班时间还是地点。现在透过妇女就业计划奖励金。希望更多企业担心调整工课时间和地点，提供更多适合职缺，创造更多在地人的就业机会。记者吴文报道。南投的德山町公所顶日举办国际地道节，除了展示食地文化，也特别邀请在地延平国小歌戏团来表演。舞台顶各队的学生囡仔用歌戏的表演，展现出因的自信。这届德山町公所办国际地道节，除了推广德山的名产地米，嘛特别邀请延平国小儿童戏剧团的学生来演出。无论是讲台词、做动作，拢真讲究，大开观众嘛拢真学乐。我们已经练很久了，然后就是要一直的排练，然后要练到最好给全部的观众看。延平国小长期以来，这个推广儿童创意戏剧。在全国各大比赛成绩拢袂歹，学校请本土语言的专业老师，带学生用台语写剧本，练习歌戏的骹步手路，学唱歌戏无共曲调，而且真侪囡仔是对袂晓讲台语开始学的，到达会当上台表演是真无简单。我学了2年多了，台语比较讲的会比较流利一点，很开心可以来这个地方表演，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努力。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戏剧当中去学会培养自己的自信心，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演出可以为我们这个国际茶道节带来人潮啦。他们这几年的话，把在地的文化艺术这样子传承下来，我们是值得推广的。这届活动唔但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嘛结合在地学生精彩表演，希望游客来这啉好茶的时阵，会当看到咱歌戏文化水，看到德山囡仔认真甲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推广一个咱的新竹江南乡，因过是发展这庄仔产业。最近当地甲一座这四角形的庄仔窑重新整理过，改变做文化园区，总有特别举办活动，希望互老大人也个这少年辈来到这听人讲古一般在地历史。哇，有一个好大的烟囱，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囡仔在台顶小介家己的作品，现场可以当看到囡仔用笔画出心目中的四角形大烟筒。他就在这里盖了一个制砖厂，他就说以后就在这里生活。画画，然后做故事屋，然后小朋友很开心，回家也很认真的做这个家庭作业，然后可以把故事很完整的呈现出来。哇，这有多高呢？大概有6层楼高哦，新竹县江南乡这座高度17米的四角形烟筒，高达有59档的历史，为着让更加多人了解伊过去的历史、参故事，特别规划亲子活动。就大家来现场听故事。因为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粘土层，最适合呢来做泥砖，所以呢这里呢就叫做打砖窝，做一些整理哈，所以才能够呈现现在的风貌哈。那我们呢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这座四角形的圆筒，当初时起的方法是对下骹开始甲砖仔角一块一块贴起来。经过2年外的重新整理，真无简单总算好四角形圆筒会当重新搁再呈现在大家面头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有一段影片在 TikTok 顶头受到众人欢迎，就是这戏剧演员戈登模仿90年代舞剧《假音星球》，在咧社群平台超过2.5亿改放送，带动一条称作今年热天上改唱的歌曲。透过清查伫纽约西部中心内底购物商场，用对嘴的方式调90年代尾的欧陆舞剧《假音星球》。这50秒短片在社群平台TikTok马上吸引大家眼光，真紧真做病毒小白品。I remember this music like being a very little kid, and you know, it would only ever kind of break through on American pop radio every now and then. In like the late 90s. So, you know, you'd have like Barbie Girl, Blue Dabba Dee Dabba Die, Another Night, like What Is Love? Alert! Alert! DJ Crazy Times! If you want parties to be making, have some noise! 这支上传 TikTok 的短片伫各社群平台，看人数超过2.5亿次。戈登阁发表完整假音星球音乐 MV， 阁伫波士顿 TD Garden 平台演出，为未显走向主流流行音乐舞台。虽然欧陆舞剧伫美北洲较无流行，而且伫全盛时期，阁互人批评是无入流的附属风格。毋过，伊伫当年创作真侪经典歌曲，甚至到即马，抑阁伫一寡婚礼 party 当中，听到同款的假音星球安尼舞曲。公司新闻陈伟真报道。下晡晡天气写看，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8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32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在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